接下来迄个伊哦，伊迄种篇小说，那个写到那个农村拄到那个造福的那个天气哦，天发无意，从不水就走呛呛。故事呢有几个角色啦，伊个主要的角色叫做王金德，伊是过强势的一个人哦。一个像阿爸妈，就是西摩的女主角的爸爸。女主角的原因哦，伊是传统的一个西摩的，演一家人同另外一个家庭，两个是结拜兄弟哦。伊爸爸王金德同另外一个家庭的爸爸去南梁做兵的时节认识的。伊也对方的爸爸讲，伊是无回来死迄的。拜托那个王金德来照顾伊个家庭，所以王金德呢，同对方的家庭使到也是伊个工作，伊会对伊好，去照顾伊咯。另外一个家庭呢，存到一个妈妈带两个奶爷，两个奶爷又唔送进哦，所以对王金德来讲，一家人实在像奶用的父母起来哦。不过呢，也冇嘢。原因又爱到对方的奶爷父神哦，不过伊就对那个家庭有意见，那个家庭呢想讲伊要买土地，那个土地哪来的哦？迄王金德嘅还会3500间住嘅时间，铺来嘅那个土地分一些分严种田哦，冇想到也爱买田的时间冇土地讲，直接就买迄个。这件事情王金德鬼啃哦，所以对那个妹那个恋情就反对。反对的时间，对方的那个小奶爷呢，就走迄个，冇同那个小妹讲，小妹后来那啲那个爱人竟然走迄个冇去离开那个故乡，甲伊用得解释咯。虽然也爸爸讲要推嫁本另外一个有钱人咯，另外一个有钱人其实嘛几好伊。过就是小奶有意，小妹也无意啊，小妹就好另外一个小奶爷哦。小奶爷冇想到伊就走迄个，那个原因呢就过伤心的时节就想到伊乡下做事的同事有个小妹爷，因为感情的问题，最后农药就过身了。伊想到一件事情，一开始马上讲想要请那个小奶爷上头，迄家人无同意，是迄没回来走迄，两个人乡下私奔哦。无想到小奶爷按摩当，即个走迄个，就留小妹爷去，留下小妹爷，我小妹最后上开就领农药，实在了。